的身体健康真要紧的大代志。若要定定安尼摄热、禁热，无爱啉水，腰子早晚出问题。这个腰子若是出问题，阁有可能会影响到心脏，形成这个心脏腰子的症候群。若是严重者，讲有突然野病死亡的风险。 即摆人的生活，逐工拢做无闲呢，有时阵行想要去便所的时间都拢无。不过时间若久，可能互你的腰子出问题。我现在是1.5了哈，不舒服再跟我说。洗腰子的病人倒伫咧病床等报告，亲像安尼洗腰子的病人，全台湾有要10万人。若腰子病唔来洗腰子，佫可能影响到你的心脏。 腰子有问题，水分含垃圾物代谢就较排袂出去，血送袂出去，心脏压力大，可能真做高血压，上严重的可能影响到心脏，得到心神症候群。其实人体很多器官都互相联动了，也没有错的。一个心脏衰竭的人，你整个五官内脏也都会发生问题啊。相反的，内脏哪些地方有问题的？ 对心脏也是一种很大的负担，它也会有慢慢也会出现问题啊。医师嘛提醒，民众若是感觉身体有各样，就要紧去医生看，绝对莫乌白买药来食。若是食到破病，唔来影响到生活，佫可能会影响到性命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